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浩，欢迎各来到白斋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声的金融训练节目。中生五望，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今仔日要来讲一个真趣味嘛真烧烫烫的代志。经济学人 The Economist 讲出台湾的台湾病，结果全台湾马上炸锅，有人拍扑啊，有人起性地，央行阁是头一摆跳出来反击。蔡市仔嘛拢讲，台票即摆要起还是要落？经济学人讲的有影无？央行咧讲的嘛真有道理，拢乱去啊！毋过我想要插一句话，要看即款问题，咱拢爱用系统思考，袂使现立啥人对、啥人毋对的二元对立，因为台湾的状况是一个真真塔塔、互相牵连的系统问题。你看起来矛盾的代志，拢是这个系统运作的必然结果。这个部分讲较特别，央行用科学、用逻辑，搭经济学人的大麦克指数拆甲无半项。经济学人讲，台票价高55%，因为大麦克伫台湾未结束。央行马上反击一招 ，iPhone 指数。若用 iPhone 做基准，台票就变成逢高估，意思是单一商品无法度度量一个复杂的汇率问题。这招其实足水的，因为金融界拢知影汇率拢已经毋是靠一篮商品来决定，是靠资本流动。简单讲，就是投机客啦。央行阁补一刀讲，2024年台湾的资本流动总量是贸易的19.3倍，意思是汇率毋是你看你外销卖啥货，是看全世界的钱。今仔日要货要来台湾，也是要对台湾汇出去。这段台湾央行是完全正确的。央行讲大麦克指数未准，经济学人讲的汇率害台湾的论述就无成立。这个逻辑其实有一点偷换概念。央行证明的是大麦克指数，这点大家拢同意。不过，央行并无证明经济学人举出的遐个痛苦、高房价、低薪资、生活压力无存在。这两件代志是无法度画等号的。换句话讲，你证明温度计歹去，无代表天气无热。经济学人真正要讲的核心是受险业的货币错位。央行无要提，这段是上矛盾的所在。经济学人引用美国经济学家 Brad Sitter 的研究讲，台湾寿险业有超过7000亿美金
的海外资产，毋过对保护的负债颠倒是新台票计价，这是啥物意思？简单讲，若台票升值伤紧，寿险业的资产会瞬间蒸发。研究估计，无避险的保险金额高达$2000亿，将近台湾 GDP 的1/4。这个数字若爆炸，寿险业会直接倒成一败，台湾会马上出现系统性的金融危机。所以，央行毋是毋敢升值，是袂使升，升落去会出代志。这个才是经济学人要拄的上大痛点，也是央行5点声明内底唯一无讲的部分。经济学人讲甲像转去1980年代美国、日本的广场协议，毋过2025年的美国是完全无共的逻辑。美国今仔日看台湾，看的是 AI 晶片供应链的安全。TSMC 台机的稳定生产，毋是贸易逆差。若美国硬逼台票升值，台湾出金融危机，晶片出问题，这会变成美国家己的国安灾难。所以，央行讲，美国财政部无要求新台票升值，这句话表面白正无味，毋过下骹的地缘气势足够的。台票的动无动，毋是政治选择，是系统结构的必然。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层真相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